凌晨2點。商業電台新聞報導。各位，而家冼達年報道新聞。科學家將標誌人類威脅嘅末日鐘撥快4秒，距離象徵世界末日嘅午夜只有85秒，係我哋人最接近嘅一次。午夜，科學家指中美俄等核子強國嘅侵略行為、核軍控變得脆弱、烏克蘭同中東衝突以及人工智能憂慮等因素都加劇全球災難嘅風險。末日鐘由總部喺芝加哥嘅非營利組織原子科學家公佈設立。科學家表示，